这款的物流司机是互人无法度接受。伫个嘉义市文化路顶一间超商的外口，这个物流司机就徛伫个离火车滚落部分的所在，甲这个包裹是当作篮球，一箱一箱拼入去车顶。若是上无准滴落涂骹，是捡起来搁拼一届。民众看到这幕是真害头、真气愤，甲这个过程录影铺上网，口说讲这包裹就得要摔死去咯。送货司机感觉家己是樱木花道，把包裹当作篮球夹去车内底，伊搬货过程就亲像伫咧篮球场练投球，不管什么姿势就拢有，总是会出现差错。包裹规箱荡摔伫咧涂骹，嘣一声，有够大声的。包裹很多吗？还是说？这个情形就出现伫咧嘉义市文化路的超商，民众看到了后，拢感觉包裹叫要互摔死啊！这袂堪这风评，影片公开了后，互网友骂甲无力，感觉这个司机受过限，莫怪阿爸含物件拢会夹到海去。那一起放，然后一起搬，不是很好吗？你把它一次这样一个一个丢，里面说不定有贵重物品或是易碎的东西，他赔得起吗？很没有礼貌。对啊，如果是我是蛮生气的，就要直接跟他们讲啊，不可以这样啊。不管什么原因，送货司机无应该徛伫咧店门口寄包裹，除了观感无好，内底物件若是有啥物细角擦，到时阵会当找向负责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